这里就是关西镇，一个保有传统客家风情的地方。既然是一个客家庄，为何有着这么哈日的地名呢？关西的旧名是咸菜瓮，但我们想破了头也想不起来咸菜瓮和关西有何关系呢？还好我们在关西的信仰重镇太和宫遇到了今年脚踏82岁的关西地方大佬徐庆松阿公，他好心的跟我们说，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关西的这日前啊，日前按照咸菜瓮啊，咸菜瓮的是啦用半年我变成了关西呢，就是日据时代哈，日本你台湾各日本日本嗰種時啊嗰陣時佢攞到你關西到底乜嘅名，嗰種嘢就係個咸菜瓮，咸菜日在日本過來做咗芹菜。芹菜，佢講個關西，芹菜就係好啦，你啊，所以關西就係芹菜，日本話芹菜就係咸菜，呢，所以特別你講名嘅哈。原來是日本話鹹菜的發音和關西很相近，這個理由還真有趣。徐阿公還跟我們說，來關西就一定要去牛南河來看看，不去就太可惜了，因為那裡相當的漂亮。現在雖然在整修，可是還是相當的美。而且不止如此，徐阿公說，牛南河可是關西人的生活重心哦。過去關西老一輩呢，生活總離不開牛南河。牛南河的水哺育關西人，關西人每天晚沙洗衣都在牛南河畔。說了這麼多牛南河的好處，但徐阿公說，這條河也是有耍任性的時候哦。牛南河嗰時候，頭擺水下潛。在東邊人東南邊人出來關係買賣嘅時候，必定就要對牛南河嚟講，特別冇橋過水嘅時候非常嘅不便嘅，常常喺做太水嘅時候，接人哋本個太水流走以後呢以後大家感覺到非常嘅唔便嘅日本時代這樣目款來民眾配合來讓來處理嘅。東安橋造好之後，往來生意的人方便多了，也造就了關西鎮的繁榮。漸漸的，也讓關西這個客家莊產生了許多令人驕傲的事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范家古厝的故事了。范家古厝的祖先不是別人，這是范文正公范仲淹。因此，理學傳家便形成了范家的家訓。也因為這樣，讓范家有了十指登科的故事。關西嘅時候，最出名嘅就係講文嘅時候就講范朝廷嘅攝嘅例子嘅時候，就辦係有博士嘅資格佢就全部對呢文方面非常嘅發達的。徐阿公說，范家有十指登科並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范家對於子女的教育相當的嚴格，保有了客家人那種刻苦耐勞的精神。唐代嘅範圍嘅時候，范朝廷教孫家嘅例子讀書嘅時候非常嘅嚴格按部頭嘅時候，從向佢嘅足勢看人嘅時候，佢按照嘅例喊佢嘅讀書看人去年來讀書佢讀書那但係讀唔衰嘅時候，做個足勢就是叫下佢。徐阿公真的是道道地地的關西客家人哦，一生都在關西度過。他說他還替關西寫了一首詩，也不管我們的攝影機準備好了沒有，他就迫不及待地吟唱起來了。三百神裝幾變遷，茫茫鐵船下萬人，披荊斬棘在前戰燈，突突回響。在徐阿公的吟詩聲中，我們離開了，但震盪在心中的漣漪卻久久不散。感動的是，客家人對於家鄉總是有一份旁人無法比擬的情感。如果說客族最驕傲的事情是什麼，我們相信應該是那一份每個客家人都有的愛鄉心吧。